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喜來也》，我係吳依容。我哋今日來賓呢，咱們特別到，伊係60歲嘅時節，第一擺接觸到陶藝，到近20年呢，一路有斷斷續續有接觸。我哋今日都會了解伊嘅故事，還有陶藝用來影響伊嘅人生。歡迎王春代太先生。好，我係呢王春代太吼，主持人吼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謝老師今日來同我哋分享嘅故事哈。咁老師，你先同我哋講一下，你係咪美濃人？係，我係美濃人咧。係，本身生在美濃啦，家在美濃啦，我喺美濃生活啦，生活了一輩子啦，係啦。我真的呢，你都喺美濃出世，美濃大，又嫁俾美濃人。係。哦，你這條路嘛嘅路喺美濃哦。係啦，係。哇，嗰種80年路喺美濃。係啦，係啦。哦，咁一開始你係有做乜嘅條路哈？以前我是有做過裝潢啦，做咗20年，頭家上班嘅時節啦，生意個太時間呀，個我頭家退休誒，我都提議退休，個睇到佢聊天啊，睇到佢聊咩，就這樣兩公婆都安尼生活啦，哦，不過閒雲野鶴嘅，就這樣過，哈，咁。乜嘅時節開始接觸啊？頭都有講60歲係第一擺接觸到陶藝，咁儂會接觸到嘅咯？頭擺有個老師啦，美濃嘅社會老師啊，佢同我講啊，做頭嘛，佢奇妙咩？個心情嘛會幾好咩？咁拿緊嚟本學做可能生安尼啦，氣頭一樣做哦，就假使講一打扮啦，嗬。個用遮啦吼，用嚟都見搞嘅啦。搞完那時候我都有做誒其他嘅作品啦，有1-2個作品都20年前做嘅啦。哪嘢？亞給同亞給。你講亞？那邊的不是，這邊2個。強勢的亞地同亞亮誒。哦，20年前都可以做到安尼。我嗰時做過好啦，那時候演上釉上得很好啦，我去搞上釉是要學問啦。係啊，我那做陶是你有耐心去研啊，你都研得好多。你那上釉吼，你是要學問。我每一次啊，我做幾多陶，做幾好，都每擺上釉都失敗啊。嗰時候上到釉好嘅啊。嗰種也嘅係算好嘅作品。那個作品是搶人手嘅啦，搶人上釉的啦。個後嘅度都係自家上釉，也個都。像也雜啊吼，都安尼個柴燒的啦，要溫人柴燒的，不用上釉的啦。阿咩係溫人燒誒？係溫人燒，溫人自家做，自家做，嘅柴燒的啦。也都係自家上釉的啦。個幾片嘢係自家上嘅，啲全部都係自家上嘅啦。佢現在上釉有些把金鋪啦。那一開始你講係一個先生，貴州先生，小驚，咁你還記得你第一擺做嘅心情係乜嘅？幾好啊！我對一個有興趣啊！我咁到做幾好，他而冇喺我身邊，係嘛見做啊，都見做幾多作品啊，係啊！你即個1年啊？係啦係。佢係唔係塑蠟皮嗰種？唔係啊！我都冇塑蠟皮，全部都捏頭，捏呢啦係啦。佢係咪會面到像玩色體搞奶嗰種感覺㗎？當然有點感覺，但是一個我有作品，心情都冇相同啦。搞奶係搞奶啦，做作品係做作品嘅心情冇相同啦。咁唔妥講有啲同有兩嘅係唔該做起嘅，係該做起啊，係20年前嘅。你做一道則可以做到安尼啊？做好多張，那時候溫人手啦，其實係做嘅米嘅都做到唔會差，但是本人手到鬼孬啊，手到鬼好呢。做樣一般啦，手一般啦，嗰種嘢手會幾好啊你啊，咁唔係一開始睇做嘅時節，從外家時會學做，我會唔定係更加做乜嘅哦。那見阿年去學做啊，等於學做啊，從阿年去見阿年叫東門窯咪嗬，你學做起嚟呢，都揾做嘅碗啊，揾捏一個碗，捏一個杯子，也都鐵嘅，有時候捏動物啦嗬。捏是乜嘅安尼，那是第一擺就學安尼嘅啦。我第一擺都學茶乾嘅啦。茶乾你咪難嚇。係啊，都安尼搞藝名，都係也是有人，但是人都不會失敗啊，嗰種失敗啊。都人都唔好有個鳥嘅，人都唔好有個鳥嘅啦。咁第一擺去做嘅時節，都係做一個茶乾嘅。安尼，咁係有感覺幾難嚇。
沒講不到幾難啦，是有興趣啦，當我有興趣啦，做失敗再做，失敗再做安尼啦，要有安尼決心啦。哦，咁萬世有係嗰種好畫圖嘅聲音咧嚇？冇咁講咧，冇哦。係啊，萬世幾好教嘛嘅？我閒時幾千幾好教，什麼都玩啦。係哦，係嗰種教頭喎，嗰種係哦。係我頭擺幾好教啦。哦，係哦，咁唔係用嚟好教。做上做下啦，咁嘛嘅，反正有時候會叛逆啊，哎，看不出哦。哦，萬世係嗰種鬼牛嘅。係啦，係，個唔通睇現實講啊。哦，係啊，係哦。加到60歲又接觸到一啲藝術，加下都一開始名到嘅感覺，佢有興趣，都研究。係，個一次我都個想去做，但是同我先生傾下咩嗬，他米有一評論伊咩嗬，伊退休嘅咩，啊都米都傾下了，我冇時間去學啊。哦，冇時間去學啊，你嚟做安尼東西冇時間啦。哦，啊都一次都變下來，變下都幾廿年前，我先生有18位獅子我搶啊，那個照顧嘅了嗬，我自家有時間，我都做出來都研究到安尼嘅啦。哦，等到係20年前，咱開始做嗰度，真是6年前人開始。真是也到5、6年前樣樣的啦。哦，老師剛剛可能一開始做，差不多20年前做的，都真蠻好的。係啊，而家好多鬼滿意嘅。我幾下鬼滿意，過後來做啊，都做我做幾下嘅哦，都冇做到按滿意嘅呢。哦，我不曉得，弄把經常樣做都有在想啊。個經驗樣有接觸啊，做安尼物嘅啊，細物嘅做到有成就啊，嘛做幾下嘅快。不好看的啊，個也做安樣有成就啊，有成就人家有夠有興趣嘅。將而家嘅做係也係發行嘅嚇，唔可以。係插畫嘅。插畫嘅。哦，咁唔用乜地講，唔可以先畫圖嚇。冇畫圖嘅，我都自家經驗都研嘅，冇老師呢，都係自家都係研究嚟嘅。哦，係啊。哎呦，咩冇幾本參考嘅東西？冇，有嘅冇係。哎呦，安厲害！難怪唔會自家做，會感覺哦，我個有天分哦，有感覺有成就感，做到安好個樣樣嘅安尼啦，係咪繼續再去做啦？哦，唔過你像講嘅頭前拍15年，都冇機會，20年係冇機會啲好同啊！一個哦，一做都一走神，冇都一下做。哦，唔係講我做一下，我要嚟做乜嘅安尼啊？安尼就唔會做啦。哦，差唔多一走神，也算一下子可以釀出一啲。那不一定啊，釀迄冇釀好嘅嗬，佢包起來，佢裝起來，保持濕氣，個都聽講你再做還可以啦。但是你有心思啦，你講啊，我做乜嘅連日嘅人都做唔完嘅。哦，咁人家學係去欣賞幾片學，以前有。做把一兩個月啦，教嘅我很後生咩無限啦，都做事都跳我嘅課，做事又跳我嘅課安尼啦。做啊經驗樣有自家時間啦。哦，哎呀，20年講過有時間做，係自家做，就冇去上課誒。上課還是去還有去上課，唔係我做嘅嘢冇做安尼嘅啦。我做我自家嘅嘢做嘅都隨便都做嘢嘅擦筆嘅啦，乜嘅啦嗬。做演嘅做啊嗬，咁我做我自家嘅啦，我唔好做演嘅啦，我做我自家想法嘅啦。哦，上課還上課，唔過睇下可能做同樣嘅東西，唔過唔要叛逆。我都做冷式種東西安尼啦。哦，家係讀多門題嘅冷門老師。係啦，係可能讓我做安尼啦，係啦。像我老師嗰度冇做模式嗰度，啊冇做物嘅嗰度，我自家去上嘅啊。哦，上頭擺有個模式咩？都記啊嘛。係啦，我自家上個模式來做困難咯安尼。啊都我一晚我自家做嘅，佢都冇見過乜嘅老師嗰度啦。哦，你自家去問，我用嚟做。哦，咁因為你看起來冇幾簡單啊嗬，按萬世嘅記憶都係幾清楚啊。係啦。哦。也唔是畫圖嘛嘅嘢，冇啦，都係你放嚟，做胎都做胎，做細都做細啊你啦。咁有幾多人做青石牌嘅東西係用嚟嘅情形喎？啊，佢多啦，有啲做嘅要冇嘅，有啲會別黑啦，有啲會
會用的吼，會變形啊，有都嘛會變形的，比早慣早都唔好嘛會變形的。啊變形嘅地方人都用嗰個在做過安尼啦。清南的鋪州係嘛嘅，係燒哈。上釉啦，哦上釉，嘿嘿，哦，啊唔都係因為音樂因有興趣，係啊，比如說一開始係人啊因為音樂嘅，如想講啊，梗係上釉咪學一下，誒唔過嘅唔係嗰度學問下，誒應該要有學問啦，但是佢有現場教我啦，用吼，安尼用嘅上釉啊，唔係上到釉都失敗啊，上一層嘅咩？應該人都同佢講啊，老師都係講啊，我上3層啦，因為失敗，我都看過多失敗嘅安尼東西啦，係。哦，假失敗唔揾人嚟處理，挑係咩都挑我哋講咩安尼。哦，假葉片唔做誒創業嘅，也咩係唔知講咩咧？係啊。哦。啊，侬會想講我咪啊順後嘅蟲嘅係乜嘅？那個茶咩啊？哦，茶咩啊？哦，咁侬會明到講，我壓一個地洞安尼，有雜糖嘅。我自家想象嘅啦，可以橫框，嘅可以橫安尼框安尼插花，啊又可以定插花，定個插嚟安尼，都安尼睇哪嚟安尼插花啦。哦，啊侬會有按多嘅想法咯，唔會去。看書啊，看乜嘅？我就自家想啦，像我做安尼嘅吼，啊做乜嘅形咧，我像我做安尼書嘅形咧，自家去上書嘅，差唔多乜樣嘅形款樣嘅，都自家去做安尼啦。哦，啊我做種嘅茶乾嘅啊，嘅地圖安尼，真難嘅係。係啊，係都講難啦，個天哪做啦。其實做圖也唔係嘛鬼難啦，但是我有心去做啦。哦，啊做清橋嘅係。乜嘅啊？那也要做個舊嘅圖安尼，有嘅個難做啦。要做安尼嘅磚橋啊，睇什麼磚橋啊？嘿，好多人做嘅冇磚橋啊。哦，唔講日嘅。係，安尼有個磚橋。係啊係。哦，日嘅嗰厲害哦，係安尼。要做磚橋啊。哦，日嘅。係啦。誒，好多人都也做下去，個人嚟做下去。做安尼平平，只叫安尼，安尼係，係也冇做安尼磚橋啦。客家那會係人要做磚橋嘅。哦，嗰種也個部分都幾難。係，即係個冇做啦。啊呀，唔係一次 OK 嘅哈。係啊，一家都做比好啊，也個冇做好做唔得啦。一家做啦，唔係講啊做下做好啦。一家做嘅樣一家做好嘅樣一家安尼啦。咁安尼貴嘅四合院做好，會花幾久時間？好像幾日吧，幾日按價個？幾日啦，幾日咯？幾日？幾天啦？我感覺多一整年咧。唔是啦，幾日做好啦。哦，唔是哦，感覺佢非常多精彩嘅作品，好嘅咧，了解下本先生曬下場嘅咧，等下個繼續來打嘴鼓。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60歲開始接觸陶藝，裡面變做音美陶藝先生，唔過個會做嘅黃振在台先生，冇睇教嗬，冇啦，冇睇教年，唔係更加做嘅，唔講差唔多也5-6年，比較密集。你的秘籍係怎樣的秘籍啊？都明年個有接觸啦，個嗌就個野味啊，要買一個野味，俺都睇送嘅野味本嚟啦。哦，係，俺都自家有野味嚟過後，我都個有做啦。哦，自家可以燒，你完全自家做。自家做自家燒。自家上釉自家燒安尼啦。哇，家嘅野味係乜嘅時間買嘅？我買5-6年前買嘅。哦，都差唔多我開始做嘅時候。老太按支持哦，買一隻野味本哦。哦。咁係咪以前都上講嘅碗盤啊，都唔是買嘅，冇啦，阿姐做。嗱你碗盤啊，哦，冇像啊你個陶瓷嘅按撈啦，啊你個廚咩？個廚啊做個廚啊。誒，更加你買個貴呢唔啲啊？係咪會有人團定製？有看到中業會同人拿啦，種花盆嗰度嗬，看到有中業人會同人拿啦。哦，就會問講啊，間我用嚟買。哇！家做啲講係唔免嘅功課嗬，唔免嘅都會有時間錄去名。我冇免名啦，因為我嘅規劃啦，我都看規劃啦，免要收體嚟啦，安個嗬要裝乜嘅啦，你啦，
做有限的時間。有限嘅，要幫助咩？哦，啊無限啦，我要退休嘅，係係無限。有幫助嘅，我迄個規劃啦。哦，我迄個三條下已經講下用嘅啊。哦，面攏嘅最高峰啦。哦，都會去治理啊，有限嘅人來做安尼。咁唔做一個步驟，我係乜嘅啊？唔係嘅做一個過程啊，唔同安尼小解一下好。啲奶係奶來嘅？哦，奶是我買嘅啦。哦，係計那個頭一那個出啊那個啊東門油嗰度買啦，啊那個面攏有個東門油咩？係做頭呀，係我都計買啦。哦，咁愛托下，唔是啊，托嘅冇，係就係可以做嘅都拿來。哦。唔過因為以前人哋放嗰種做頭嘅人啊，喺假如講哇，嗰度好悶咧，唔講用嚟去錄音吃，係咪？製作看啊？製作那個頭哦，就嗰度又有啊，那個咩？又有白頭，又有黑頭，個又有啊，那個瓷頭啊，那個你做腐嘅態度嘅那個奶嘛有啊。係啊，嗰度種啦，啊我都要辦嘅啦。我辦我平常我冇買啦。都。當然有人看到佢喜歡你吼，我有的話有啦，平常嘅我咯，你看到中意嘅都我做半咩安尼，係安尼啦。咁唔會因為開始做以後，我會時常去參考配音喎。我看下先配音係做到嘅乜嘅？我當然會啦，我依家人看下人做乜嘅啦。咁我看你講講，捱個好，會冇啦，唔會啦，人做個腰狀啦。我做埋要啦，做個厝啦。唔過都有嗰種，更加有個人好喜歡安尼嘅咧，嗬，佢有嗰種輸入嘅感覺，安尼。唔知講咩係喜歡安尼，係都係有所講嘅。希望跟人無相同嘅，反正做法冇跟人無相同嘅安尼啦。喺冇做安尼規規矩矩安尼像安尼筆嘢都安尼髒髒嘅啦，又硬嘅。我嗰種係做乜嘅筆筒嘅，係做有時安尼拗啦，有時乜嘅安尼啦。你同凡事佢用按叛逆，你做嘅東西咩鬼叛逆啊？哦，你係喜歡安尼，捱咩係個唔好按正斜嘅。係啊，哦，啊唔即個都見有感覺，哪一個作品係最滿意嘅冇？假使講啊，安尼做啊，我就看到我一部嘅，若是做到個冇失敗樣嘅，個有成就感樣嘅啦。你唱也嘅，適合演嘅，同人哋分享，也應該會有人同聽哦。有啊，係。哦，因為就過鬧啊，要過花時間。啊，也嘅上釉同燒，咩興趣㗎？哦，咁瑪雅四合院有附贈四條竹嘅，係咪？嘅四棟。係啦，要的話都嘅四隻竹嘅嚟冇嘅問題咯，行嚟眼眼啦都有嘅咯。哦，嘅四竹嘅，唔做過好做嗰種顏色影響過程。係啊，做下毛嘅條啊，貴嘅條啊，都有做鵝嘅啦、兔嘅啦，都會做啦。咁做兔嘅咩係？對人都算簡單咧，係啦，哦，又唔咩鬼困難啦，咁還有啲啲同佢黃色嘅嘅係乜嘅？嘅安尼泡茶嘅啦，我記有安尼，怎麼講？安尼攞安尼嘅茶攞吼，撈茶嘅啊吼，看當個安尼茶怎麼嘅咧？個安尼嘅茶海都帶下神啊伊，都唔是用撈嘅啦，撈茶嘅啊，都用嘅撈啦，燒埋19點鐘咧，12個小時。我都時常聽到講燒，就時常做起嚟鬼鬧，結果燒啊去食派。有啲會別吃，有啲會用嘅啊。哇，家會個神通冇？得當然會啊，做好嘅東西啊，阿伯本人開發嘅啊，從來做嘅那個人泡咖啡嘅嗬，安尼濾咖啡都咩嗬？人來一來都係一拿位，那個手把就係裝糖嘅啦。那是很心痛啦，已經做好嘅東西，差唔多燒嘅啦，會有一種嘅感覺啦，你啦。哇，家嘅燒，我用嚟燒唔係我硬吃呢嗬。係啊，吃過多。我可能嗱買個 set，會變買個 set，會變樣嘅安尼。那是有啲會 set 是唔係講，你想象一種 set，你都燒會變一種 set 啦。有時候以為要變 set 是會變啦，係啊。咁我哋會做筆記哈，我記下來哈。自家記啦，我冇安尼記啦，係啦。是哦，安厲害。冇啦，我都也咩專業啦，都反正家庭式咧啊，冇得個安認真啦。老師講安尼講起來啊，嗰種做好一件事情對你非常簡單嘅嗬。
講迄個也咪講，我有心啦，有心就唔會過困難啦。咁侬我按中醫做藥嘅喏，你覺唔覺？我挨媽唔啲啊，挨以為過好啊，你嘅很後生媽唔啲啊，很後生挨媽唔啲啊，挨會好藥嘅。那時候年輕嘅都咪見料咩，見高咩咧，那啲啊，一個好來種咯，老人啲啊，挨好年啊，你嘅咯，好年來咯。咁講頭擺要做裝潢，咁侬會接觸到，因為裝潢行起來，咪係同醬有關嘛。喺裝潢啊做重量啦，有個人設計師嘛嘅安尼啦。哦，唔係會同人設計，加減嘛，就係等於我係做乜嘅線咧，乜嘅線嘅東西啊，係做一個設計乜嘅線咧安尼啦。咁家下用感覺講，誒，唔對嗰種醬嘅東西，好像蠻敏銳的。我看東西啊，像安尼，那有平冇平嘅對喎，我看你個清楚到啦。哦，係哦，有發現到。發現到，看有平冇平嘅種。可能個準度啦，係哦，像乜嘅嘢有平冇平？像你做當嘅乜嘅啊嗬，當嘅有平冇，安尼我可能係就底下有平冇平，加減一些我就可能識。哦，我都有一種嘅感覺啦，我有一種嘅啦。唔過唔可能安尼嗰種人家說木色哈，墨色很好哈，嗰地講有平冇平。唔過唔自家睇做作品嘅時間有嗰唔好。咩做人嘅嗬，安尼面前看唔實咯。你樣可能你做到有平冇平，樣看就可能。你再睇做嘅話，後擺做啊好嘅啱嘅嗬，你睇看嘅咩嗬，都天然樣嚟看啦嗬。哦，你做啊安尼差唔多，嘛唔啲啊。哦，唔過唔要考嗰種冇按優秀嘅呀。係啦係，做個廚嘅啦係，但是有平冇平，嘛愛嘅呀。哦，你係愛有多愛要求。係啦係啦。哦，如果自家啲安尼，哦，咁所以其實可能從過後生嘅時節都有培養一個美感，哦，可能啦，按強咯，啊，你自家後來你講，冇發現自家按喜歡按呢個東西，後生嘅時節冇接觸到，我聽到幾多人接觸同意路係安尼，因為後生嘅時節冇幾機會嘛，係啊，後來都冇都好讀到誒。都發現講，自家過後，有過種有幾天分，都安尼應做。做啊叫嘅嘛唔啲，上去做乜嘅嘛唔啲啊。迄個有人過，迄有賣啊，我講也個過好賣哦，我就做也個安尼咩哦，我哋冇嘅哦，看下睇幾講咩哦。都等係件事，全部乜嘅會有做乜嘅咯，不然你想啦。哦，你係各種東西都要做誒。乜嘅東西，自家想到乜嘅都做乜嘅安尼咩？除非冇想到嘅啦。你會想講咁係按多東西嘅，三下來行去做乜嘅，行去吃乜嘅。哦，有業務咧就也有點壓力啊，業務按多錢買一啲礦冇做，嘛弄起嚟安尼啦。哦，你已經買嘅咩？你會被運轉。係啦。哦，假如會下擺會想，剛好會想出來，想做乜嘅哦？哦，咁其他人係繼續要做其他嘅東西哦。但係這個詞嗬，就係唔單止同意，還天天咧要接觸到其他嘅藝術，我哋下一趟咧個繼續來滿意來打嘴鼓。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黃陳太太子，好多呢，而同我哋分享嘅幾多，以20年前開始接觸到陶藝，差唔多5-6年前開始個密集嘅來做，盧卡還有一個羅台松嘅油誒，嗰一條龍，你對眼對上釉對手你自家做，好多太子咩分享嘅幾多，你看茶乾嘅啦，磨砂啦，還有泡菜啦，還有火鳳凰啊，還有小動物啊，做一個種類非常多，你像唔講嘅，唔免多乜嘅上去做，你說，唔單止做圖，還去學畫圖，我哋先來看一個。先頭前學嘅一個草稿，因為我哋企劃就講，咁有乜嘅草稿可以？素描哦，
也係唔講19以前開始，差不多也花素描差不多半年的啦。哦，學也個差不多1年的啦。哦，也個電腦係比較近期。哦，係也個有欣賞高啦，也有欣賞高啦。哇，也個係你愛看天路自家進發的啦。哇，係哦，你看到有中醫嘅，看到有中醫畫嘅都畫啦，係啦。喏，安厲害喏。咁藍色有個會畫圖哈？我係知道會寫啦，係啦。咁真好畫嘛嘅，你看有雕嘅嘢，有木嘅嘢，攏有啦都。哦，咁也都係練習唄。係啊係。哦，最後會變成油畫嗎？不會啦，唔會。咁唔同人哋手機也個油畫好冇？哦，對親照片也個。照片也個藝術畫一個太樹啦，畫一個木嘅，也憑愛想象啊去畫嘅啦。哦，也係想象嘅。想象也有看細胞呀，那個天路啦。哦。天路好油啦，有的會像木嘅有的用嚟架嘅啦，有的會石頭嚟架嘅啦，就架嘅啦，你啦。哦。也用體種畫嘅油畫冇？也想做？冇。咩？嗰個都瀑布啦，也種到瀑布啊，安尼瀑布啦，係啦。今日也看天路畫啦。哦。老師當然有教啦，我冇聽老師嘅話啦。有強用，唔好聽老師嘅。哦，係哦，我都睇下強用一般好上嘅，睇下我招恁先。睇下人做那個，假使講人今天做啊，你個班，你個一般都用紙漿去做嘅啦。哦。係半立體啦，紙漿去做啦。個藝術講冇做嘅安尼個啦，藝術自家個好畫圖。我都係自家畫嘅啦，我嘅還是本身上看過啦，規班搶安尼，係啊，我畫嘅圖同人畫嘅圖冇相同啦，係哦，睇下有強用嘅，搶一定有冇強用？唔有咩講睇下有的嘛個人喜歡啦，像老師做咩做嘅那個紙漿咯，睇下嗰種人做紙漿嘅啦，個但是呢有的人嘛冇做啦，嗰種人都做老師嘅做紙漿啦。如果自家有一個唔想去畫嘅東西，哦，咁唔係對用嚟嘅圖各有興趣，嗰種太刺眼嘅，各有安尼啊，各有山水嘅，各有野性的啦，唔好放安尼鬼黑嘅安尼地方嘅啦，好花發嘅地方嘅啦，哦，就很寬的那個，咁唔感覺原因係乜嘅？我也不曉得呢，我就喜歡這一種吧。如見識其實冇強用，唔過係佢中意，係你佢發嘅地方。咁日風咯，有咩係上上嘅嚇？係啊，上上嘅係啊。哦，上上啦，但是嘛相同有天羅行也有一種嘅啦，你啦，我都好看也種嘅啦，我都會畫也種嘅啦，你啦。咁人家喺畫圖係個做圖，係用嚟分批咯，也如果花時間呢？係啊，你畫圖嘅圖。那個圖畫筆嗰度拿來嗬，那個油漆拿出來嗬，那個嗰度話嗬，你都會繼續最起碼畫1禮拜2禮拜啦，讓來做頭安尼啦。哦。冇人家你編下來啊，要編下來又豎球，又編下又豎球，是幾困難啊。豎起來又幾難時裝下去啊。哦，如果分批時間。係啦係啦。哦，咁我哋退休生活幾好呢？嗬？唔知個感覺都還好啦，我自己生活啦，唔是去尋人了，唔是乜嘅安尼啦。哦，都自家去做自家嘅事情，佢冇閒用嘅啦。嗰度朋友啊來了啦，我攏冇時間去了啊。哦，係好。係，我自己都講，我人嘅國泰啊，要去幫助啊。哦。種菜我有嘅愛路啦，我同佢種菜啦。有喺冇我要自己種菜，要自己種乜嘅安尼誒。如果冇閒哦，要自己掃天嚟，先後有同係米天嚟嗰度。哦，係啊，咁唔都冇乜嘅同朋友傾下聊嘅時間咧，嗬。你上課嘅都睇下幾好啦，係。哦，都同學，係啦，同學傾下。嗰度寫站嗰度仲係聊幾好啦。哦，咁冇幾種嗬，因為像我媽媽都係會時常去跳舞啊嘅，都冇嗬，都係個靜態嘅。但是我咪就是可以。白啊！你個西山嘅啊，明年可以白啊，
白安尼洗散的，差不多白半點鐘以上啦。哦，我去運動啊。係啦，係這樣做方便。哦，咁你做一個圖啊，韓國畫圖啊，我感覺講對你有乜嘅影響哦？都有興趣做一個啊，都唔會東想西想啦。都每日都有親心下來做安尼啦。本單有過我東想西想。係啊，係哦。幾好安尼，乜個東西啊發呆啊，乜個東西一樣個裝，假使我哋都看一樣，乜個一樣個裝，一個一樣個裝，乜個都是我見想啦，每日啦。像夜裡啊，貼到唔摸，哦，東西裝到唔摸，啊，冇都也路過唔行，一個改過，一個裝過，每日都想安尼個啦。哦，係哦。係。哦，都係像以前做裝潢嘅時間嗰種。乜來用嘅，係都每日都行嚟都看下嚟，也個一樣嘅裝，個一樣嘅裝，都每日都安尼。啊，實際會裝嘛，也不一定啦。但是會想啦。哦，啊，你做圖畫圖，個唔會想嘅對。哦，嗰種對應都係個清心會清下來。係啦。咁你看人看到人嘅很多作品啊，大家有講乜嘅冇？有人講啊，做過好咩啊？呢，他們來咁鹹咯。啊，本單都冇好鹹啊，你感覺。假如人又講啊，阿婆幾厲害哦，媽媽幾厲害嘅。我妹佢欣賞啊。我妹佢欣賞。係啊，佢很欣賞啊。我講我買乜嘅，我用乜嘅，要慷慨賣股都係本嚟用啊！講外景冇乜嘅好用嚟哦，伊都馬上慷慨賣股都係本嚟用啊。哦，而怕咩感覺講？誒，媽媽要安尼興趣過哦。如果冇係繼續畫圖啦，繼續做乜嘅啊？我冇係繼續再做啦，係啦。唔好講啊，停下來啊，你會變戇嘅啦，會變。哦，咁1年前呢，我想到講，誒，咁啊，行我去學畫圖。其實冇乜嘅頭腦，我可能對畫圖可能有興趣啦。哦，係啊，都介紹我對老師嘅學啦。哦，我安尼問咯，想講我可能有興趣。佢可能係那是對畫圖有興趣，安都擔任委員同埋買嘅那個繪圖嘅東西啊。畫圖嘅繪圖嘅東西就買過來，那你就強迫你要去學了。哦，錢先發下嘢。哦，咁你會幾下繪圖嘅東西？幾千塊啦，冇幾啦，幾千塊啦。唔過咩唔少錢哦。係啊，幾千塊啦，4、5千啦。哦，假如工具先買來嘅，假如愛去嘅。工具啦，個那個油漆啦，那個油畫嘅度墨嘅東西，筆嘅度全部都買片，墨嘅東西都買片嘅啦。哦，老師，我哋可能有畫過度，雖然講係上嘅東西嗬，唔過如可以連接到我哋客家中嘅風光，尤其看到火鳳舞，因為你頭頭一開始有介紹嘛，講嘅轉橋是像客家會有嘅嘛嗬，啊還有像毛紗啊，一度如係萬世嗰度記嘅嗬。唔對於這些時間講印象過深嘅嗰種客家莊嘅建設係用咩？係啊，對客家莊特別我哋摸板嘅啊，特別做板嘅咪用毛紗啊。啊，我就想講啊，做嘅毛紗來建咁樣嘅啦嗬。啊，我就計做到都，好像做到唔會差，我都繼續做，我都下做幾多啦。那個做幾多，有大嘅。又細嘅，又係個細嘅。我如果做松人咧，就做完太嘅啦。完太呀，也是蠻別緻的啦。嗰日做一個三合院嗬，蠻有款咧，藤下個下背兩片一個大啦。按頭擺黑人嘅屋噶嗬，都個亮啦，又唔是白樓台咩？就安尼按睇下安尼，向下看得到啊，安尼看得到。大家quite好啊，quite親切啦，所以我還是會希望那個三合院吶，大家都很親切啊，都喺那一個那個地步呀，就完事就喺，就喺那裡面，啊，到更加還係quite煩擾，quite煩擾，但是已經有個是有改變的啦，今個有個有改變啦，啊，冇從東擺安尼啦，那個是我是擺骨啦，我擺頭擺嘅，我樣會做下嘅啦。咁還會繼續做，因為談起來佢好做一個火鳳舞安尼。那有的人咧屋度裡啊，看唔得安泰嘅咩嗬？有的現在你就房子都很小咩嗬？現在我做半套，做半套做一邊，
哦，現在我在做一個鹹點手啦，做好做一邊啊，一邊啊哦，人個擺數啊，哦，哦，要不然安尼有啲人講愛冇安法啲地方好擺咩，安尼啦。個假如是迄講啊，一家姊妹佢就送伊啊吼，也唔是做櫃套的啦，都做板套安尼啦。哦，就做睇家嘅需求。係啦，可以做，因為安尼不用，其實有一些張不用盧卡盧龜鬧誒。哦，現在有開始做板套的啦。還有好多老師有講，下一擺去要做嗰度筆筒可以送咧。哦，希望老師可以應做嗰健康，應做嗰度係嗰度新的作品。做筆筒是比較簡單啦，佢簡單做一個筆筒，但是我做筆筒唔像人買嘅，你突然圓安尼啊，我都有一定會咬，一定會有冇相同都錯啦，我都做嘅你樹嘅皮啊你用嘅，都唔係做你髒嘅都錯嘅啦，係啦。睇味看唔到誒，加今日非常感謝黃陳太太先生來同我哋分享咁多嘅故事，多謝。好，謝謝主持人啊，謝謝大家平安快樂哦。好，多謝。加觀眾朋友撒下來冇狀態哦，聽論先生好好運動。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氣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，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氣來嘅最新消息。